我要你想住去北仙嘅 office。北仙嘅 office 咧，去前頭嘅。個前頭 office 咧，你咁樣入去，你入去係一個旅遊公司嚟嘅，旅遊公司。北仙旅遊公司係咪？你想入去嗰度，你一入去咧，喺你嘅右手邊咧有兩個相，喺個壁嗰度吊起兩個相。我要你想去嗰度，都係你鬥嗰個相。嗰個相咧係馬來西亞嘅阿公喺右手邊，你個老婆喺左手邊。阿公同佢老婆嘅相兩個相喺嗰度，喺個壁吊喺個壁嗰度。你去嗰時，你鬥個阿公嘅相。咁樣你要真係想住去嗰度，你知冇？你去嗰時鬥一鬥個相，你點樣想住去？你知冇？你要想咩？你起身行落去呢度，係一個 morning walk， 好似行路咁樣行落嗰度，行落去嗰度，行落去嗰度屈過去。一陣打坐係咪？你向呢一邊，我向呢一邊，我向呢邊打坐。你向呢邊，你拜天公打坐向呢邊 ，OK？ 拜天公打坐向呢邊。一陣你打坐，我要你想，你行落呢度，好似 morning walk 咁樣行去我 office， 行去我嘅 office。去到我 office 咧，喺前頭門入，你入嗰前頭門咧，喺個壁嗰時，個壁喺右手邊，喺個壁嗰時照兩張相，嗰兩張相係阿公嘅相。我要你掂一掂阿公嘅相，再出翻嚟，再慢慢行翻嚟呢度，行翻嚟呢度。OK， 你識聽我講咩冇？我要你打坐，我要你打坐，想你起身，行去我 office， 入我 office 嗰度，打個大門入，前頭嘅，嗰係旅遊公司嚟嘅。你入咗去呢，你睇你右手邊一個壁，喺嗰個壁嗰時有兩張相，阿公同埋佢嘅老婆。你去到嗰時，你掂一掂阿公嘅相，咗你出翻嚟，我喺我 office 慢慢行路啦，行翻嚟呢度，你打坐嘅位，咗你坐翻嚟。我要你想住去，不過係你想住去呢，至好你打坐到你靈魂去，打坐到你嘅靈魂去。